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好啦，今日係2026年嘅2月2號禮拜一啊。本影片梗係提供參考同埋教育用途，不構成任何投資建議。投資有風險，請自行評估同埋諮詢專業意見。我哋睇翻今日三大資產 BTC 啦、黃金啦同白銀啦。老實講呢幾日真係睇到我心驚膽跳嘅。上個禮拜五嗰場黑色星期五咧，到而家禮拜一開盤咧都仲未止血嘅，跌勢仍然要繼續嘅。到底係發生咩事呢？首先講翻新聞背景啦，等大家知道點解會跌成咁啦。事件一啦，就係特朗普提名咗 Kevin Warsh去做呢個聯儲局嘅主席嘅。點解會引發崩盤呢？ Kevin Warsh 係出名嘅一個鷹派嘅人物啦。佢喺2008年嘅金融危機後咧，曾經強烈反對量化寬鬆主張收緊貨幣政策，縮減聯儲局嘅資產負債表市場即刻解讀啦，流動性收緊，加息預期升溫，美元係走強。呢個消息一出咧，黃金同白銀咧就即刻崩盤，因為啲資產咧亦都係靠啲低息環境同埋一啲弱嘅美元支撐嘅。事件二啦，黃金白銀史詩級前暴跌從5595蚊暴跌至4895蚊，單日跌幅咧就11.4%，係40年嚟咧最大嘅單日跌幅。而白銀就係從120億美元跌至83.45美元嘅，跌幅係31.4%，史上第二個慘烈嘅單日跌幅，僅次於1980年嘅。有好多嘅報道咧都係話呢次嘅暴跌咧都係由翻Kevin Warsh 嘅提名觸發嘅，加上獲利回吐潮啦同埋槓桿爆倉。事件三啦，就係 BTC 跌穿咗76,000點，其實爆個倉已經25億美元㗎啦，從84,000蚊跌到接75,314蚊，已經跌穿咗一啲大戶嘅持倉成本啦，76,000啦，創9個月嘅新低啦，單日已經清算咗22至26億嘅美元啦，其中93單都係買升單嘅，超過26萬名嘅交易員被強平倉。TradingView Yahoo Finance 呢啲媒體都話呢次係一個史上最暴力嘅清算事件之一啦。事件四啦，就係禮拜一嘅開盤我哋繼續跌啦。喺黃金咧，今朝嘅亞洲時段咧已經跌多咗3.43% 啦，報4,727蚊左右啦，一度跌幅咗大概4%啦。今朝亞洲時段咧再跌咗3.43% 啦，報4,727啦，一度跌咗4%啦。而白銀就係今朝亞洲時段再跌多6.67% 啦，報79.6啦。本初一度咧就大跌咗超過10%，而 BTC 今朝咧就再跌多4.幾%，報75,300幾。喺一日裏邊咧，跌幅已經擴大至跌5.27%啦。咁而香港文匯報Yahoo Finance 中央社等等媒體都報道咧，其實市場恐慌情緒係仍然未散嘅，獲利回吐啦，同埋美元走強啦，去繼續壓低個資產嘅價格。好啦，講完新聞啦，我哋睇翻技術面啦。其實咧喺 BTC 嚟講咧，佢而家嘅價錢係75,000幾啦。盤面嚟講，其實跌穿咗一啲關鍵嘅支撐啦，短線係偏弱啦。其實已經創咗一啲大戶嘅持倉嘅成本啦，創咗9個月新低啦，同埋喺啲流動性嘅真空期啦，因為週末嘅交易量低拋壓放大咧，咁反彈就冇力啦。佢上方嘅壓力位咧，其實就係喺80,000點，咁中軸咧就係76,000至78,000啦，而下方嘅支撐咧就係73,000。其實2025年嘅低位咧，其實就跌穿就係睇7萬啦。老實講咧，而家絕對唔係追價啦，又好似之前再咁講，其實都係一啲要等待啦，因為佢技術面已經轉弱咗啦，宏觀咧亦都冇一啲催化劑，情緒面咧亦都恐慌，所以咧都係等一啲企穩嘅信號咧，我哋先再入啦。如果有睇翻我哋XPI 信號咧，其實嗰度已經可以睇到你究竟邊啲位係一啲嘅重要嘅位置啦。好啦，而第二啦就黃金啦，黃金其實升完就大跌啦，技術面重傷嘅，從呢個5,590幾蚊啦跌到去4,720幾。咁40年嚟最大跌幅啦。咁佢因為1月咧，佢升到去5,600蚊咧，就真係太快太急啦，所以回吐係必然㗎啦。所以其實喺群組入邊咧，我已經都提咗大家係 target 到啦，咁就要 stop 啦。即上方嘅壓力位咧，而家就係5,000蚊嘅，其實心理關口啦，短線都幾難破嘅。咁短線一啲反彈目標就係4,800啦，下方嘅支撐就係4,400。黃金呢單嘢咧，即係雖然跌到好急啦，但係長線嘅趨勢仍然未改嘅，短線可能要再整固嘅。但係跌到落4,500蚊附近咧，我先會考慮去起倉。而白銀啦，盤面狀況嚟講，佢真係一個崩盤，短線係好弱嘅。從呢個121啦跌到79啦，史上第二次大嘅跌幅啦，係同埋因為佢槓桿爆倉潮其實呢個係個投機性極強啦，所以其實大部分都係買升單啦，所以多數咧都係俾人掃清咗嘅。佢今日咧再跌多咗6.67%啦，其實恐慌情緒咧大家睇到都係未散嘅嚇。咁上方嘅壓力位係90啦，下方85就係我哋嘅支撐線啦，下方就係68蚊至70蚊啦。白銀呢家嘢咧都係波動性極大啦，唔係人人玩得起嘅。有分析師認為咧，佢最終有機會跌到68蚊啊！我自己都唔會急住入場嘅，等佢跌翻75蚊附近，睇下有冇企穩信號先會再入。好啦，最後提醒大家啦，
禮拜一開盤咧繼續跌咧，即係證明咗恐慌情緒仲未散啦。唔好以為跌完即刻反彈啦，因為呢個位咧最易係出一啲假突破再插一刀，特別係啲白銀啊，槓桿太高啊，流動性極大啊，唔係人人玩得起嘅嘢。而紐約商品交易所啦，已經上調咗黃金同白銀嘅保證金，黃金從6% 上調到8%，白銀就更加大幅上調啦。呢啲係交易所嘅風控措施，代表佢哋都預期波動性會繼續增加。所以咧，我自己嘅策略都係等位啦，而家呢個位唔會再喐啦。亦都係開咗倉，亦都去 set 好咗一個指示先。總結翻今日重點啦，就係 BTC 嘅壓力就係8萬，黃金壓力就係5000，白銀壓力就係90。好啦，今日我哋就講到呢度，大家記住啦，市場係殘酷嘅，但係機會咧就永遠都有。我哋要做嘅嘢咧就係啲控制風險，等待一個最佳入場嘅機會。我哋歡迎你去入群，我哋一齊去交流討論。我哋下一集再見，拜拜。